白议长，你真的要去当那个荔枝使啊？要想将鲜荔枝7日内运往长安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！对呀，这搞不好是要杀头的呀。对于你们来说呢，当然有困难，但对于我白小凡来说呀，小事一桩。兄弟们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地图。首先要搞清楚的是，从哪儿运荔枝？这还用问啊？肯定是岭南的荔枝嘛。从岭南到长安只有2条路可走，经洪州3084里，经江陵府3130里。这2条道都超过了3000里，即使是500里加急，荔枝也过了保鲜期了。还能从哪里运荔枝啊？福州、巴州、通州这3地方盛产荔枝，而且原本杨八道和子午道就连接秦岭和大巴山，我只需要从杨万福道和杨渠道取直道而行，从涪陵到长安啊，仅需2000里。当年司马懿伐蜀走的就是这条道，我只需要向朝廷申请沿途增设驿站，保证供给，快马加鞭，3天，我只需要3天，荔枝必到长安。可以啊，道理啊。是，哎，嘿嘿，以后啊，这个道它就不叫子午道了，那叫什么道？荔枝道。嘿，这个名字好。白议长，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见识啊！对沿途的风物了然于心。议长，我有个问题，这荔枝1日变色，3日变味，你如何保证它保存3日呢？这个呀，更简单。兄弟们，睁大眼睛看仔细了啊！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哦，里面有东西了，有声响了。哎，冰啊！哇，好冰啊！白议长，你居然能够把水变成冰，真乃神人也！有了这些冰，我们运送荔枝根本不成问题。对，好了，兄弟们，大家各自做好准备。明天我先去长安给大家打点线路，务必把荔枝送到。我在长安给大家庆功。